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国民党甲民众党敢要合作，侯友宜讲就要制定详细办法。不过郭文哲表示，伊的办法就是看民调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赖清德参加苏贞昌的新册发表会，展现团结的气势。那郭台铭人数已经超过30万啊！郭台铭办公室宣布讲，人数若超过100万分，就要捐钱捐1亿。来台中拜票选前最后100天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路南走行程。最近南北合持续地讲，郭文哲提出比民调，侯友宜切以3点声明表示，民调不是唯一的方法，南北合必须要有标准做法。其实蓝白合不应该搞成联合，应该是志同道合。很多事情在政党政治蓝白合的过程当中，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。那我的 SOP 就是以民意为基础嘛。既然民主政治是以民意为依归嘛，那当然就是用在现阶段呢，不是正式投票之前，你知道那当然就是以民调为标准嘛。对侯友宜话讲要有标准做法，郭文哲阁讲以民意为主，伊认为联合政府是台湾未来模式，这是政党中会当讨论的。南北合也阁有通讲，不过官校两个人是做伙谴责赖清德，认为进前大学生问民进党贪腐问题，说互人找因的爹地，这真不应该。有一些网络上的人对这位女同学给予攻击，那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。我是希望能够借那个机会给他说明，并没有去否定他的提问，也没有想要去为民进党做什么样的捍卫。赖清德出席苏贞昌护国4年新册发表会讲，守护国家无分朝野，拢有责任，也特别为学生囡仔事件表示，希望社会会当看到民进党内大部分的人拢是真守法的。另外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人数已经超过30万人。国家就有咱2300万人，用4年好日子改变台湾的时机。郭台铭竞选办公室册次表示，要成立郭800希望基金，只要每增加10万人人数，郭台铭就捐1000万，超过100万份经费，就会超过1亿来帮助社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